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ly， 同大家拜個早年，祝大家新年好啊！咁新年呢，好多朋友都會翻嚟大陸呢邊過年啦。響大陸買咗屋嘅朋友，當然會住翻自己屋企啦。但係仲未買屋嘅朋友，就要住翻酒店啦。咁唔使擔心啊 ，Lily 為大家整理咗幾個新春福利優惠力度最大嘅樓盤。第一個樓盤，中山寶龍城。之前賣緊18000一平方，依家新春巨惠，單價只需要1萬出頭，首期7萬起，送產權車位，位於中山旗江新城嘅核心位置，附近有地鐵口、高鐵站同埋人才公園環繞，超級方便。第二個樓盤，華潤人行公園4季。位於中山西區核心位置，成熟商圈，醫院、學校、公園配套十分齊全。依家新春優惠，單價只需要11000起，對比之前總價直接慳翻71萬啦，送1年嘅物業管理費，家電3件套，送埋車位啊！第三個樓盤，中澳和悅春府，位於火炬開發區，深中通道第2出口，響正東區隔離，全國唯3嘅高新產業開發區，門口就有直通巴士，新春優惠首付3萬起，單價9字頭，送30件全屋家私家電。第四個樓盤，利順津柏公館，位於中山市區，總價只需要29.8萬起，附近商圈利和廣場、Coco City、富益城配套齊全，附近就有地鐵口，投資養老都得，周邊租金穩定收入1800蚊起。第五個樓盤，華鴻禧悅軒，位於東區核心位置，商圈名校，交通都非常之方便。之前賣緊2萬1一平方，依家新春單價只需要13000起，即買即收樓。以上樓盤想要更加多嘅詳細資料，評論區 PM 留言發送俾你。祝大家2026年可以響大灣區馬上置業，馬上有樓，買到心頭好，新年快樂！我哋下期再見。